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中有两个男子伫个人客人的公车顶起冤家，上主要是卡棒去甲卡到，这个人阁呛讲台北的规定，卡棒是爱放伫个手里。台北这温是宣导讲，卡棒若是排后壁，会当改用手关的，安尼就袂影响到其他的乘客。当然会痛的，不会痛，我知道，人家跟你道歉，你想怎么样？两个人伫公车顶冤甲真大声，双方的情绪拢真激动。坐公车把爸爸找到，没有人规定，没有人规定。我在台北做捷运站，穿朴色衫查甫人真生气，甚至连台北捷运的规矩拢搬出来讲。代志都发生伫台中市，两个人冤家原因，敢若就是为着穿蓝色衫的这个查甫人的卡棒无细力去压着对方，双方险险的闹到派出所去。因为那时候已经快接近警察局了，然后后来大家就没讲话，那个吵架就停了啦。日是无论是通勤上班上课，也是出门佚佗，真侪民众拢会坐公车。也毋过，若是车顶因为人伤济，无细力去互卡棒压着，民众有啥物感受呢？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很严重的事情，我会自己制造出一个空间这样。说一下对不起就好了吧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有时候人多时候碰撞很正常啊。民众在公车上难免碰上人挤人的状况，包包可能就会因此碰到其他人。台北捷运就建议民众的后背包可以用手提的方式，借此制造出更多的空间。某民众会将卡棒排在胸口的头前，安尼嘛会当注意到家己的卡棒敢有无细力共压着。这边台中的公车顶，民众因为卡棒压着人来起冤家，卡组双方拢愿意一人退一步，无的确就会当避免无必要的冲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